近日國家出台擴大汽車消費多項政策，覆蓋汽車改裝、房車露營、租車、售車等問題，解決車主用車、玩車、養車嘅各種難題，比如針對房車上路難啦、停車難嘅問題。咁新政策咧支持各地啦放寬房車上路嘅政策，新建咧專用嘅房車營地。城市嘅停車場增設啦房車嘅專屬停車位，將自駕露營更加之省心。咁此次啦政策啦仲提出啦要對啦汽車改裝實施啦分類分級管理嘅，制定啦汽車改裝嘅項目清單啦，加快制定啦一批改裝嘅零部件啦同埋技術標準嘅規範，將啦汽車改裝合法合規。據統計啦，全國啦超一半嘅乘用車車齡咧超過7年，汽車後市場已成為啦萬億級嘅消費大市場。呢次嘅新政策將全面升級用車嘅服務，比如收車可以線上預約、線下維修，車險咧準備推出車電分離嘅新模式，保障更到位。租車啦仲支持異地還車、以租代購，已選出40個試點城市開通汽車流通消費。